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今年你多大了？我7岁。7岁嘛？你学习大学还是哪个学习？我学校是黄浦江路。黄浦江路啊？黄浦江路。黄浦江路啊？明白了。所以你明天有很多次作业吗？明天应该很少吧。老师明天作业，明天才布置。明天周4，我要去上课，上我的书法课。明白了。所以怎么样？你的作业很多还是不很多？累不累？不累。不累嘛？你太厉害了嘛？你喜欢那个？比如说你喜欢中文，你可以说英语嘛？英语，你可以说英语嘛？还是不可以说英语？不可以说嘛？哦，你的老师称呼什么？我的老师是文，因为他是夏老师。夏老师，谢谢你。